大家好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不久前緬甸發生嘅嗰場地震呢？呢場天災帶嚟咗難以言喻嘅傷痛同破壞，初步估計超過1800萬人受到影響，無數家庭失去家園，心靈飽受創傷。佢哋正面臨住前所未有嘅困境同絕望。喺黑暗中，我哋見到希望嘅火光。本會將會於2026年2月啟動一個培訓計劃，而家已經有50位當地居民報名。我哋期望能夠為當地50至100位居民提供免費嘅災後心理輔導課程，幫助佢哋成為災後心理輔導員。呢啲心理輔導員不僅係災民嘅心靈支柱，更係希望嘅守護者。透過呢個計劃，我哋希望幫助更多受創嘅人重拾自信，療癒心靈，重新走向光明。然而呢份希望需要你嘅支持先能夠得以延續。你嘅每一分捐款都係對緬甸災民最真摯嘅關懷同力量，幫助佢哋唔好俾絕望吞噬未來，唔好讓希望之光熄滅。請你伸出援手，點擊影片下嘅捐款方式，為緬甸災民點亮生命嘅火炬，讓我哋攜手同行，將溫暖同希望傳遞到每個需要幫助嘅角落。你嘅愛心將改寫無數生命嘅故事。